南無祈願會上佛菩薩，南無祈願會上佛菩薩，南無祈願會上佛菩薩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，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。法會因由分第一。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舍衛國，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1250人俱。爾時世尊食時着衣持缽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，飯食訖，收衣缽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善現啟請分第二。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希有世尊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須菩提，如汝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言世尊，願樂欲聞。大乘正宗分第三。佛告須菩提：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無色，若有想，若無想，若非有想，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妙行無住分第四。復次，須菩提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，行依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思量不？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？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，如理實見分第五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不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須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正信希有分第六。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可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不？佛告須菩提：莫作是說。如來滅後500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不於1佛、2佛、3、4、5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。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正信者，須菩提，如來悉知悉見，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無復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若心取相，即為着我人眾生壽者；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眾生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則着我人眾生壽者。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佛語者，法上應捨，何況非法？無得無說分第7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須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，如來可說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說，非法，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依法出生分第8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若人滿3000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寧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4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須菩提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一相無相分第9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須陀洹能作是念：我得須陀洹果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我得斯陀含果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阿羅含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羅含果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阿羅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羅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羅漢道不？須菩提言：
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，若阿羅漢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即為着我人眾生受者。世尊，佛說我得無僧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，我是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。世尊則不說須菩提，是樂阿蘭羅行者，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，是樂阿蘭羅行。莊嚴淨土分第10。佛告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燃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來在燃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是故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須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，於意云何？是身為大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無為福勝分第11。須菩提，如恆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恆河，於意云何？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但諸恆河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？須菩提，我今實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寶滿意所，恆河沙數3000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須菩提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4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勝前福德。尊重正教分第12。復次須菩提，隨說是經，乃至4句偈等，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，皆應供養，如佛塔廟。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？須菩提，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。若尊重弟子，如法受持分第13。爾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須菩提：是經名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所說法不？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來無所說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塵，是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
須菩提，諸微塵，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；如來說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32相見如來不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32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說32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，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4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。離相寂滅分第14。爾時須菩提，聞說是經，心解義趣，涕淚悲泣，而白佛言：希有世尊，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我從手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世尊，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即生實相，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實相者，即是非相。是故如來說明實相。世尊，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為難。若當來世後500歲，其有眾生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即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佛告須菩提：如是如是。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不驚不怖不畏，當知是人甚為希有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須菩提，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，是名忍辱波羅蜜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於往昔節節肢解時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憎恨。須菩提，又念過去，於500世作忍辱仙人，於爾所世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是故須菩提，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為非住。是故佛說菩薩心，不應住色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，應如是布施。如來說一切諸相，即是非相。又說一切眾生，即非眾生。須菩提，如來是真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。須菩提，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須菩提，
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即無所見。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須菩提，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於此經受持讀誦，即為如來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持經功德分第15。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。若復有人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，何況書寫、受持讀誦，為人解說。須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、無邊功德。如來為法大成者說，為法最上乘者說。若有人能受持讀誦，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思議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樂小法者，着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，為人解說。須菩提，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人、阿修羅所應供養，當知此處即為是塔，皆應恭敬，作禮圍繞，以諸花香儀散其處。能淨業障分第16。復次須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即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燃燈佛前，得值84000萬億羅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無空過者。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，所不能及。須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。須菩提，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究竟無我分第17。爾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須菩提：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。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
而無有一眾生實滅道者，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實無有法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於燃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燃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須菩提，實無有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若有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燈佛即不與我受記。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，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燈佛與我受記，作是言：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若有人言：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須菩提，實無有法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虛。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須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須菩提，譬如人身長大。須菩提言：世尊，如來說人身長大，即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須菩提，菩薩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，我當滅度無量眾生，即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實無有法名為菩薩。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。須菩提，若菩薩作是言，我當莊嚴佛土，是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須菩提，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一體同觀分第18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肉眼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來有肉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天眼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來有天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慧眼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來有慧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法眼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來有法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佛眼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來有佛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恆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來說是沙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一恆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恆河，是諸恆河所有沙數。佛世界如是，寧為多不？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須菩提：以所國土中
所有眾生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法界通化分第19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若有人滿3000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？如是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。須菩提，若福德有實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，以福德無故，如來說得福德多。離色離相分第20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非說所說分第21。須菩提，汝勿為如來作是念：我當有所說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，說法者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爾時慧命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可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佛言：須菩提，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無法可得分第22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無所得耶？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須菩提，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淨心行善分第23。復次須菩提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復次無比分第24。須菩提，若3000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寶聚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4句偈等受持讀誦，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，所不能及。化無所化分第25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汝等勿為如來作是念：我當度眾生。須菩提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。若有眾生
如來道者，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。須菩提，如來說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。須菩提，凡夫者，如來說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法身非相分第26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32相觀如來不？須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以32相觀如來。佛言：須菩提，若以32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即是如來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32相觀如來。爾時世尊而說偈言：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無斷無滅分第27。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，不受不貪分第28。須菩提，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，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薩不受福德？須菩提，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着，是故說不受福德。威儀寂靜分第29。須菩提，若有人言，如來若來若去，若坐若臥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一合理相分第30。須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3000大千世界，雖為微塵，於意云何？是微塵眾，寧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若是微塵眾實有者，佛即不說是微塵眾。所以者何？佛說微塵眾，即非微塵眾，是名微塵眾。世尊，如來所說3000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實有者，即是一合相。如來說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須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貪着其事。知見不生分第31。須菩提，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說義不？不也，世尊。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。何以故？世尊說我見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
即非我見人見，眾生見受者見，是名我見人見，眾生見受者見。須菩提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應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須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應化非真分第32。須菩提，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，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云何為人演說？不取於常，如如不動。何以故？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人、阿修羅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。南無荷那丹那多那耶耶，耆那耆那俱胝俱胝摩那摩那呼那吽，荷荷蘇坦那吽缽缽那娑婆。南無荷那丹那多那耶耶，耆那耆那俱胝俱胝摩那摩那呼那吽，荷荷蘇坦那吽缽缽那娑婆。南無荷那丹那多那耶耶，耆那耆那俱胝俱胝摩那摩那呼那吽，荷荷蘇坦那吽缽缽那娑婆。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，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。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。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。即說咒曰：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娑婆訶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，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，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。妙法蓮華經
觀世音菩薩普門品，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集譯。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而作是言：世尊，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？佛告無盡意菩薩：善男子，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，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，切入大火，火不能燒，又說菩薩威神力故。若為大水所漂，稱其名號，即得淺除。若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、車渠馬瑙、珊瑚琥珀、珍珠等寶，入於大海，假使黑風吹其船舫，飄墮羅剎鬼國，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。以是因緣名觀世音。若復有人臨當被害，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彼所執刀杖，尋斷斷壞而得解脫。若3000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剎欲來惱人，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，況復加害。切復有人若有罪，若無罪，扭繫枷鎖，檢繫其身，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皆悉斷壞，即得解脫。若3000大千國土滿中怨賊，有一商主，將諸商人齋持重寶，經過險路，其中一人作是唱言：諸善男子，勿得恐怖，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，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。汝等若稱名者，於此怨賊當得解脫。眾商人聞俱，發聲言：南無觀世音菩薩，稱其名故，即得解脫。無盡意，觀世音菩薩摩薩威神之力，巍巍如是。若有眾生多於淫欲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欲；若多瞋恚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瞋；若多愚癡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癡。無盡意，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，多所擾益。是故眾生常應心念：若有女人切欲求男，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；切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。宿直德本，眾人愛敬。無盡意，觀世音菩薩有如是力。若有眾生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，福不唐捐。是故眾生皆應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。無盡意，若有人受持62億恒河沙菩薩名字，復盡形供養，飲食衣服臥具醫藥，依語意云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功德多不？無盡意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佛言：若復有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，乃至一時禮拜供養，是二人福，正等無疑，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窮盡。無盡意，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，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。無盡意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，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界？云何而為眾生說法方便之力？其事云何？佛告無盡意菩薩：善男子，
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道者，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；應以辟支佛身得道者，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；應以聲聞身得道者，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；應以梵王身得道者，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帝釋身得道者，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；應以自在天身得道者，即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大自在天身得道者，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天大將軍身得道者，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；應以毗沙門身得道者，即現毗沙門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小王身得道者，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；應以長者身得道者，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居士身得道者，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宰官身得道者，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婆羅門身得道者，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；應以比丘比丘尼、優婆塞優婆夷身得道者，即現比丘比丘尼、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為說法；應以長者居士、宰官婆羅門、婦女身得道者，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；應以童男童女身得道者，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天龍、夜叉、乾達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羅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身得道者，即皆現之而為說法；應以執金剛神得道者，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。無盡意，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，以種種形遊諸國土，度脫眾生。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。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，能施無畏。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。無盡意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薩，即解頸眾寶珠瓔珞，價值100,000兩金，而以與之。作是言：仁者，受此法施珍寶瓔珞，是觀世音菩薩不肯受之。無盡意復白觀世音菩薩言：仁者，愍我等故受此瓔珞。爾時佛告觀世音菩薩：當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眾天龍夜叉、乾達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羅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。即時觀世音菩薩愍諸四眾及於天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，分作2份，一份奉釋迦牟尼佛，一份奉多寶佛塔。無盡意，觀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神力，遊於娑婆世界。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：世尊妙相具，我今從問彼。佛子何因緣，名為觀世音？具足妙相尊，偈答無盡意。語聽觀音行，善應諸方所。宏誓深如海，力竭不思議。是多千億佛，發大清淨願。我為汝略說，聞名及見身，心念不空過，能滅諸有苦。假使輕害意，推落大火坑，念彼觀音力，火坑變成池；或漂流巨海，龍如諸鬼難，念彼觀音力，波浪不能沒；或在須彌峰，為人所推墮，念彼觀音力，如日虛空住；或被惡人族墮落金剛山，念彼觀音力，不能損一毫；或值怨賊擾，各執刀加害，念彼觀音力，咸即起慈心；或遭亡難苦，臨刑欲壽終，念彼觀音力，刀尋斷斷壞；或囚禁枷鎖，手足被扭械，念彼觀音力，釋然得解脫。
咒詛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，還着於本人；或遇惡羅剎、毒龍、諸鬼等，念彼觀音力，時悉不敢害。若惡獸圍繞，利牙爪可怖，念彼觀音力，疾走無邊方。蚖蛇及蝮蠍，氣毒煙火燃，念彼觀音力，沉聲自回去。雲雷鼓掣電，降雹樹大雨，念彼觀音力，應時得消散。眾生被困厄，無量苦逼身，觀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間苦。具足神通力，廣修智方便，十方諸國土，無剎不現身。種種諸惡趣，地獄鬼畜生，生老病死苦，已漸悉令滅。真觀清淨觀，廣大智慧觀，悲觀及慈觀，常願常瞻仰。無垢清淨光，為日破諸暗，能伏災風火，普明照世間。悲體戒雷震，慈意妙大雲，殊甘露法雨，滅除煩惱焰。僧眾經觀處，怖畏軍陣中，念彼觀音力，眾怨悉退散。妙音觀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勝彼世間音，是故須常念。念念勿生疑，觀世音正性，於苦惱死厄，能為作依怙。具一切功德，慈眼視眾生，福罪海無量，是故應頂禮。爾時持地菩薩即從座起，前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，普門示現神通力者，當知是人功德不少。佛說是普門品時，眾中84000眾生，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妙法蓮華經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，願消三障諸煩惱，願得智慧真明了，普願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薩道。南無荷那丹那多那耶耶，南無阿利耶婆羅基帝初波那耶菩提薩埵婆耶，摩訶薩埵婆耶，摩訶迦盧尼迦耶，安沙頻那華言，素怛羅怛舍，南無斯基利多伊蒙阿利耶，婆盧基帝斯呼那靈陀婆，南無羅那撿持，尸利摩訶頻多沙彌，薩婆阿馱豆輸朋，阿時言：薩婆薩多羅摩婆薩多羅摩婆伽，摩佛特豆怛侄多安阿婆盧斯，盧迦帝迦羅帝夷尸利，摩訶菩提薩埵，薩婆薩婆，摩那摩那，摩斯摩斯利陀言：俱盧俱盧羯蒙，度盧度盧髮舍耶帝，摩訶髮舍耶帝，陀那陀那帝利尼，斯呼那耶遮那遮那，摩摩發摩那目犞犞，依斯依斯，斯那斯那，阿那僧扶那舍利，佛沙佛僧扶那舍耶，呼盧呼盧摩那，呼盧呼盧尸利，娑那娑那，尸利尸利，蘇盧蘇盧，
菩提耶，菩提耶，菩陀耶，菩陀耶，彌帝利耶，羅那堅持地利斯尼羅波耶，摩那娑婆訶，斯陀耶，娑婆訶，摩訶斯陀耶，娑婆訶，斯陀如夷，斯頻那耶，娑婆訶，羅那堅持，娑婆訶，摩那羅那，娑婆訶，斯那生阿目祗耶，娑婆訶，娑婆摩訶阿斯陀耶，娑婆訶，遮支那阿斯陀耶，娑婆訶，波陀摩基斯陀耶，娑婆訶，羅那堅持頻伽那耶，娑婆訶，摩婆利成羯那耶，娑婆訶，南無荷那怛羅多那耶耶，南無阿利耶，婆盧基帝，初波那耶，娑婆訶，安斯殿都，曼多那跋陀耶，娑婆訶。南無荷那怛羅多那耶，南無阿利耶，婆盧基帝，初波那耶，菩提薩埵婆耶摩，薩埵婆耶摩，迦盧尼迦耶，安沙頻那法現素怛羅怛舍，南無斯基利多伊蒙阿利耶，婆盧基帝，斯普那寧陀婆，南無羅那堅持斯利摩，頻多沙彌薩婆阿多豆殊頻阿時，薩婆薩多羅摩婆薩多羅摩婆伽摩佛達豆等之多安阿婆盧斯，盧基帝迦羅帝夷斯利摩，菩提薩埵薩婆摩那摩善摩斯利多人，俱盧羯蒙道路佛舍耶帝摩，佛舍耶帝陀那地利利，悉菩那耶遮那摩法摩那摩地伊斯那，阿那僧菩那舍利佛僧菩那舍耶富盧摩那富盧斯利娑那斯利娑盧，菩提耶，菩陀耶，彌帝利耶，羅那堅持地利斯利羅波耶摩羅，娑婆訶斯陀耶，娑婆訶摩訶斯陀耶，娑婆訶斯陀如夷，斯頻那耶，娑婆訶，羅那堅持娑婆訶，摩那羅那娑婆訶，斯那生阿目祗耶，娑婆訶，娑婆摩訶斯陀耶，娑婆訶，遮支那阿斯陀耶，娑婆訶，波陀摩基斯多耶，娑婆訶，羅那堅持頻伽那耶，娑婆訶，摩婆利成羯那耶，娑婆訶，南無荷那怛羅多那耶，南無阿利耶，婆盧基帝，初波那耶，娑婆訶，安斯殿都曼多那跋陀耶，娑婆訶。